今日咱關心台南地方民俗活動小人鄉夜光燈巡裝。頂禮拜呢是講到初七的時，這隊伍行到一半，這燈火全部攏火去。工作人員檢查的時陣，才發現講有8個所在電線全部攏去互吊鋼加掉，因為電力系統算轉去，所以講原本要參拜一寡廟宇的行程攏取消啊。雖然講廟方是講無要追究，不過這款行為嘛已經引起地方討論咯。對無人機畫面看落去，原本應該是光死時真顯白的夜光燈，煞熊熊暗濛濛。經過了解，當時夜光燈隊伍佇7號回程的時進行到一半，有家長向工作人員反映部分路段的電火未倒，工作人員緊急停落來檢查，發現電線哪斷去，造成規段夜光燈燈光系統參廣播設備失去電力。當然知影夜光一定要直接顧到囡仔的安全吼。阮直接阮就拖當消防員機吼，經過宮廟應該有3、4間袂當走，阮嘛接到信息，阮嘛當下就先去甲國廟宇來甲因做一個保檢。這件代志發生佇初七暗時8點20分，工作人員初步檢查了後，先甲電源接轉去，但是無偌久又閣陸續接到匯報，發現沿路竟然有8搭電線互人剪斷去，進一步隨才發現電線斷去的所在，大部分攏佇房仔的中央，並不是佇車仔較會地着的所在，而且這切口攏串串，看起來真明顯是有人挑工故意剪的。好像又斷了，我們要在接的過程中又回報了第3處又斷了，然後又接着又有第4處又斷了，第5處又斷了。我覺得不對啊，這怎麼會突然一直斷下去？它應該是具有一些專業背景，因為白色線是 N 象限，它比較不會有電，所以它當你剪掉這一條白色線的時候，它第一個它也比較安全。你咁好啊？頂擺啊！因為電力系統受損，夜光燈燈光甲廣播設備無法度運作。原本按算要巡裝的路線，有寡廟宇的行程嘛無法度去。其實佇發生代志的前一天，就捌有人向工作人員放聲，到是要互夜光燈電火倒袂起來，哪像是早就計劃好勢。目前廟方有保存所有相片甲記錄，不過為着維持地方和諧，拍算無要追究。記者從台南採訪報道。